第一次接觸先知命局嗰陣，你覺得點？我當時見到佢哋個理念叫規劃你的人生，令生活更輕鬆，心裏面已經覺得80%會合作，因為呢樣嘢同我想做嘅一模一樣，唔只係幫人算命，係真係想幫到人，生活好少少已經好開心。遇到理念相同又有溫度嘅平台，講真係幾難得。咁你覺得先知命局同其他平台最大分別喺邊度？點解最後揀咗佢？最主要係理念啱，同埋佢哋對專業嘅要求同我好夾。而且講真，先知命局比好多平台都正規，佢哋有 AI 技術做系統，仲有完整嘅評價機制、擔保服務流程都好標準。無論係老師入住定係用戶嚟諮詢，都覺得有保障，冇後顧之憂。如果想簡單睇下自己近期嘅運勢，先知命局有咩易用嘅小工具？有啊，直接用先知命局 App 就得。你輸入自己嘅生辰之後，每日嘅日運、每個月嘅月運、成一年嘅年運，全部都幫你列好晒。工作、財運、感情、健康都寫到明明白白，隨便睇，嚇個心都有個底。嗰個免費八字排盤睇唔明啲專業術語點算好？呢個唔使擔心，新用戶喺先知命局會免費送一次完整嘅八字排盤解讀，唔止係俾你睇格局、五行、流年，最緊要係用廣東話白話同你講解性格、感情、事業、健康，完全唔識命理都睇得明。當然，如果想傾得再仔細啲，都可以直接喺平台預約老師諮詢，每個老師嘅經驗評分都係公開參。當然歡迎你哋過我啦。除咗睇盤，你喺先知命局 App 裏面有冇自己特別中意，都想推薦俾用戶嘅隱藏功能？有，我好中意嗰個大德靈符，特別適合後生仔女。你想求咩就請咩符，平安、財運、桃花、花太歲都有，可以當手機 wallpaper 用，亦都可以打印出嚟擺喺度。而且佢哋仲有開光、花符，還原成個流程，求個心安，攞個好意頭，好方便。先知命局有個規矩，用戶對服務非常唔滿意嘅話，可以投訴退款。你作為老師，會唔會覺得太嚴咗？老實講，我好認同呢一點。平台敢定咁嚴嘅規矩，其實係好有責任心嘅表現。價錢清清楚楚，冇隱形消費，唔滿意可以退款。好多平台根本做唔到，我反而覺得只有對老師有約束，對用戶有保障，先至真係可以留得住專業有初心嘅老師，用戶亦都先敢放心嚟諮詢，咁樣先可以形成良性循環，先可以行得長遠。最後問一個輕鬆啲嘅問題，你喺先知命局同用戶之間有冇咩印象特別深刻嘅小故事？都幾多啲，好多人會自己喺 App 度先排個盤睇客日運，心裏面有個大概，再嚟我。有啲人開頭唔直接問，中意兜圈試下我。例如明明係女朋友，佢就同我講係朋友，我就順口講句應該唔止係普通朋友啩。對方表面扮到好淡定，話哦係咩喎？咁算係女朋友啦。但我聽得出佢語氣裏面嘅驚訝，心裏面一定喺度諗，居然真係睇得出。呢種由試探到慢慢放下戒心，最後真係信任你嘅過程，其實幾有趣。所以話我同先知命局走埋一齊，就係因為理念啱，有保障，互相信任。如果你想少啲迷茫，少啲內耗，不妨先下載個先知命局 App， 睇下自己今日嘅日運，或者呢個就係你同自己傾得最深嘅一次開始。